歡迎大家返到嚟。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請到 Dr. Charles 同我哋傾下一個而家好多人都面對緊嘅問題，就係精神內耗。其實我身邊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有時明明嗰日冇做過啲咩好辛苦嘅體力勞動，但係到咗夜晚就會覺得成個人好攰、好空洞，好似心入面有部機器不斷喺度磨損緊自己咁。Charles， 其實呢種精神內耗到底係咩一回事呢？點解我哋會咁容易陷入呢種情緒漩渦入面嘅？Kathy， 多謝你嘅邀請。你頭先描述嗰種冇做過嘢但好攰嘅感覺，真係好準確嘅。其實精神內耗喺心理學上，我哋可以理解為一種過度嘅自我審查同埋反腳思考 （rumination）。簡單啲講，就係你個腦袋入邊有兩個我喺度打交，一個係想向前行嘅你，另一個係不斷質疑、批判、擔心緊嘅你。根據明報之前有一篇關於職場心理健康嘅報導提到呢，而家有超過60%嘅打工仔其實都處於一種情緒透支嘅狀態，而源頭往往唔係工作量，而係心入面嗰種無形嘅壓力。係啊，我哋好多時會喺件事未發生之前，就喺腦入邊預演咗100種最壞嘅結果，或者喺件事過咗之後，仲不斷諗翻轉頭，點解我嗰陣唔咁樣講呢？人哋會唔會覺得我好蠢？呢啲其實就係 mental energy 嘅流失。ENFJ 嘅我哋呢，有時會好想追求完美，好想令身邊所有人都開心，但如果呢份體貼用錯咗方向，變成不斷嘅自我懷疑，咁就會變成一場好漫長嘅內心戰爭。呢種內耗最辛苦嘅地方係，你喺外面睇落去好似好平靜，但心入面其實已經打到遍體鱗傷。所以學識 stop 咗呢個 looping 係我哋現代人最重要嘅課題之一。真係聽你咁講，我真係好有共鳴。作為一個 INFP， 我經常會喺腦入邊編寫好多小劇場，有時甚至會因為人哋一句無心嘅說話，就喺度反思咗成晚。好似 Charles 你話齋，呢種自我審查真係好消耗。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好似入咗一個死胡同，越想揾出口，就越覺得頹。咁其實我哋可以點樣發現自己已經開始緊內耗呢？係咪有啲 signs 或者 signals 可以提下我哋？係啊，其實係有跡可循嘅。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處於一種猶豫不決嘅狀態，就算係揀食乜嘢都要諗半個鐘，或者對一啲好微小嘅決策感到極度焦慮，呢個就係一個 signal 啦。BBC 曾經有一篇關於 decision fatigue 決策疲勞嘅專題報導，指出當一個人長期處於焦慮同內耗當中，佢嘅大腦前額葉皮層 prefrontal cortex 會變得好疲累，導致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負面情緒。你會發現自己好容易火起，或者好容易想嗌，甚至係對本來中意嘅嘢失去動力。另一個好明顯嘅徵兆係完美主義嘅拖延，因為你太驚做唔好，所以你一直唔敢開始。但你唔開始嘅同時，你嘅腦袋又不斷喺度怪責自己，點解仲未喐手？結果你雖然冇做嘢，但你嘅心理壓力係同做緊嘢一樣咁大，甚至更大。我成日同學生講咧，過度嘅 overthinking 咧，其實係一種偽勤奮。你以為自己諗好多係負責任，但其實你只係喺度原地踏步。如果你發現自己經常講萬一點算，或者如果當初就好啦，咁你就要留意啦。你可能已經開咗一個內耗模式。我哋要學識分辨邊啲係 constructive 嘅思考，邊啲只係無謂嘅內耗。偽勤奮呢個詞語真係好叮一聲，我以前真係以為諗多啲係考慮周詳，原來我只係喺度消耗緊自己嘅能量。但我哋好多時都會話想就容易，做就難。當我哋意識到自己喺度內耗緊嘅時候，點樣可以真正咁樣停落嚟呢？有冇一啲比較具體嘅方法可以幫我哋由呢種 looping 入面跳翻出嚟？呢個問題問得好好。首先，我哋要有一種 action first 嘅思維。心理學入邊有一個 concept 叫 2-minute rule。如果你想做嗰件事，只需要2分鐘，唔好諗，即刻做。因為當你一旦進入咗行動狀態，你嘅大腦就會由焦慮模式切換去執行模式，內耗自然會減少。另外，我好建議大家試下課題分離。你要問自己，而家我擔心緊嘅呢件事，到底係我嘅課題定係人哋嘅課題？例如人哋點睇我，呢個係人哋嘅課題，你控制唔到。既然控制唔到，咁你投入幾多能量落去都係嘥氣嘅。係啊，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要對自己溫柔啲 ，self-compassion。Kathy， 我知道 INFP 嘅朋友對自己要求通常好高，好容易會有 self-blame。但其實我哋可以試下用好朋友嘅視角去睇自己。如果今日係你個好朋友遇到同樣嘅挫折，你會唔會用咁刻薄嘅說話去鬧佢？你一定唔會，你會安慰佢，叫佢休息下。
咁點解我哋對自己要咁殘忍呢？我哋要學識同自己握手言和。當你發現自己又開始喺度轉牛角尖嘅時候，可以嘗試深呼吸，同自己講：我見到你而家好焦慮，唔緊要，我哋慢慢嚟。呢種自覺 self-awareness 係打破內耗嘅第一步。你要記住，你嘅能量係有限嘅，要留翻俾啲真正值得你付出嘅人同埋事。同自己握手言和呢句說話好溫暖。其實好多時我哋最過唔到嘅，真係自己嗰關。聽完 Charles 分享，我覺得好似鬆咗一口氣咁。原來唔完美係可以接受嘅，而且停止思考，開始行動，真係一個好有效嘅藥方。對於好多仲喺迷茫緊，覺得好頹嘅聽眾，你有冇一啲 final thought 或者係鼓勵嘅話想同佢哋講？我想同大家講咧，精神內耗唔係一種病嘅，佢其實係你嘅大腦想保護你，只不過佢用錯咗方式。你唔需要因為自己有內耗而覺得自己有問題，或者覺得自己好軟弱。其實每一個強大嘅人都曾經喺呢啲情緒入面掙扎過。關鍵係你唔好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人哋嘅評價或者嗰啲未發生嘅結果上面。你要學識 live in the moment， 活在當下。我好中意一句說話，你可以行得慢，但唔好停。如果你今日覺得好頹，就去瞓覺，去睇下樹，去飲杯咖啡。當你照顧好你嘅身體同心靈，你自然就會有力量去對抗內耗。唔好同人哋比，每個人嘅時鐘都唔一樣。當你開始接納自己嘅時候，你會發現原本嗰啲磨損緊你嘅齒輪會慢慢變得順滑。係啊，人生其實好短，唔好將啲時間用嚟同自己打仗啊！你要成為自己最堅強嘅後盾，而唔係最挑剔嘅法官。希望大家今日聽完之後，今晚可以早啲休息，放過自己，聽日又係一個新嘅開始。真係好感激 Charles 今日咁溫暖嘅分享，令我明白到拒絕內耗其實係由愛自己開始。喺節目嘅最後， Charles 可唔可以俾2至3個反思問題我哋嘅聽眾，等大家可以翻去好好諗下？好啊，大家可以試下問自己呢3個問題：一，而家困擾緊我嘅呢件事，5年之後睇翻仲係咪一件大件事？2，我而家喺度擔心緊嘅嘢，有邊一部分係我可以控制到，邊一部分係我控制唔到嘅？3，如果我可以對而家好台嘅自己講一句鼓勵嘅說話，我會講咩呢？希望呢3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揾翻內心嘅平靜。多謝 Charles， 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呢一集都可以揾到一個出口，唔好再為難自己。多謝你哋嘅收聽，下集查找智慧，再見。